私有。隔着騎樓，在對面路口是有間酒樓，五樓炸打，日日兩餐，原是太lâu。誰人曾說日日要食魚柳，卻變咗豬手。只知道我在發呆，餐餐肯生菜變嘈偶。請不必再繼續含住那些骨頭，豆腐變成名菜是炸得很臭。那些雞塊照舊循例兩打紅酒，乾包夠，每人有兩嚿。伙計喺度，你哋呢度豆腐花又話最出名，係啊，臭噶嘛，出名臭嘛。咁唔該，可唔可以攞啲出名好食嘅過我咧？都係豆腐花，唔係啩？係啊，你當佢臭豆腐咁食，觀感就會 fit 晒。咁俾多個炸嘅我。好。如能停口，如鹽芥辣辣口，若要揾水喉。但願那時，但願這蜆能落生抽。如能停口，實在太難停口，食到想唞唞。因知道這是奶牛，偏偏喜歡吃卻是熱狗。請不必再繼續含住那些骨頭，豆腐變成名菜是炸得很臭。那些雞塊照舊循例兩打紅酒，乾包夠，每人有兩嚿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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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嘟打，嘟嘟嘟嘟嘟打，打啦嘟打打。嘟嘟嘟嘟嘟哒啦嘟哒哒哒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都不如還我私有。相信大家都知我轉咗新嘅唱片公司啦。咁喺講新唱片公司嘅嘢之前呢，首先就要多謝舊嘅唱片公司啦，因為冇舊咧就冇新嘅。咁新嘅一隻歌咧，嗰個名叫《回首》，就係由周啟生我嘅唱片監製作曲俾我啦，同埋殷葵填詞嘅。喺呢度咧，仲要多謝幫我友情客串嘅一位樂壇新人莫文蔚添，希望大家會中意《回首》。